各位长官、贵宾、各位影乐人，还有锁定线上直播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哲伟，我是齐扎伟。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啊，别，大家好，我是影舞有高蕾雅。掌声鼓励！我最喜欢听到这个声音了。欢迎来到114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决赛现场。除了刚刚的掌声之外，我还要再加尖叫声。哇，真正有个一年啊啦，吼，咱算讲是一年一度啦，吼，就别说刚才咧过年咧围炉共款，对不？好，尤其咧今年咱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咧已经来到第22届了。你知影无？22年的这个时间呐，对不？大学都得要毕业无？对一个婴啊，一直到大学毕业。超。好，迄是真正无简单的一件代志。所以咧，包括讲啊，咱每一年吼，有足侪这个音乐人才啊，都是从我们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出来的。有谁？这个是一定要如数家珍一下了啊！我们从今年呢这个金曲奖拿到金曲这个歌后台语歌后，李竹欣，她同时间还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年度专辑奖，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还有我们的客语歌王王子贤呐，王子轩也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对不对？也是从我们原创出来的啦，真的，对不对？有人说我们这个叫做金曲奖的风向球，没错，真的。嘿，龙大家再提醒一下，当年的比赛22年来，由文化部还有演出民俗委员会还有客家委员会共同的期盼呢，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开奖，一直以来我们的宗旨呢，就是能够鼓励台湾的母语，不管是哈洛发台语，或者是原住民的语言，还有客家话。我们透过传统音乐跟流行音乐的碰撞，特别是今年我们会看到很多组不一样的世代不同，就是我们可能有资深的前辈带着年轻的小朋友一起来共创，一起站上这个舞台。我希望呢，你传统的母语，然后流行的文化get happy 了，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音乐更蓬勃、更发展。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欣赏今天有30组入围的母语音乐创作者带来精彩的演出。这里欢迎咱所有的在咧这个咱镜头面头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咱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麦看到我就知影讲咧，又搁再度来到咱台语组的这个时间哦。台湾流行原创音乐大奖，咱今年来到2025年咯。伫咧现主时，我看到咧有济咱这个亲戚好朋友拢伫咧现场，无论讲是1楼还是2楼。今年哦，这个真正无简单哦。包括看到曾经嘛摕到咱金曲奖的这个真济先辈嘛拢出现伫咱的比赛当中，包括咱的贤哥廖世贤，这届嘛有来参与到咱的比赛，以及到屁啊。吴贝雅嘛来参与到咱的比赛，哇，真正是太厉害！所以吼，代表讲咱这个武林当中的歌手啊，全部吼，大家拢伫咧遮，安尼就是咱评审老师就会不太好评，难评晚中就会出现咯吼。所以咱来看卖咱的难评晚中，这评审老师有啥物人呢？首先就为你来介绍咱今日台语组所有评审老师。首先，我哋介绍就是无论讲是咧台语、伫咧客语咧，拢非常厉害。咱的金曲歌后关凌芝关姐嘛是咱的总召集人啊，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啦吼，因为真正咱老先啊，自我少年的时阵就听关姐咧唱歌唱甲紧啦哈。咱讲少年嘿，讲细汉的时阵，我惊你会生气。第2位呢，就是咱这个董事长乐团，我们的吉董吴永吉。吉董吼，这个已经名声是传遍全天下，大家拢知影吉董你是有歌的对无？为着要歌颂我们吴永吉先生，连 Backstreet Boy 拢曾经有唱过一首歌，吉董。I'm moving on the run， 吼，无好笑啦，无好笑啦。好，第3位就是咱的这个这个太厉害，咱的金曲作词大师这位咧大师毋是咧做土地吼，这位大师级的人物嘛是小弟我的老师武雄老师，哇，这个若是讲到武雄老师咧，大家就知影，对，只要是这个盘古开天以来咧，只要有歌的所在，就武雄的所在。刷落来后一位，就是头毛生了非常的紧，伫咧
前2个月，佫看到伊是用一个师傅的角度出现伫大家面头前。如今呢，已经变做小红梅，咱的金曲歌后郑雅文小姐。谢谢曹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来加持吼。较等呢，是不是赶快用灭绝师太这个角度来评分？就看你咯吼。来，继续后一位呢？哦，这位听讲是来自新加坡哦吼。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了解，即马咱台语吼，伫咧新加坡咧，就福建话啊，嘛是真有市场的吼。伊是代表新加坡商 Black X 吼，这个我们的商务国际暨版权顾问王永仪老师。老师，新加坡的台语甲咱的台语较无啥相像哦，吼，譬如讲咱讲，咱爹也无钱，讲咱爹无钱啦，吼，会对无？吼，啊讲，咱要上班讲，咱上工啦，吼，下班讲下工啦，吼，啊，够几点几个字，吼。好啊，那这个今天代表新加坡前来看卖，咱这个台湾是不是有这个台语吼，这个创作的人才？来继续后一位呢，这位嘛是非常的厉害，嘛是我的学妹吼。伊是对超级红人榜拍通关，其实我对细汉的时阵看3立的迄个歌唱大赛，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了，参与了很多无同款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歌唱比赛吼，唱到尾啊咧，甚至嘛就为着咱的29届金曲歌后，我们的林乔安老师你好，是哩，这个玻璃心专辑对不？对不？后一张听讲叫玻璃菜对不？哦，袂写哦。好，无论如何咧，咱今日的这个比赛吼，就已经是非常的厉害，闹得滚滚啦吼。好，安尼总算来到咱今年台语组第1组的比赛咯，邀请大家咧，即马同齐来参与到咱台语的音乐世界。掌声欢迎咱台语组的第1组洪尚杰、李佳媛，因的歌曲叫做《Don't Leave Me》，来破声甲吹一下好无？小雨亲像生活嘛使知，你讲的话我搁会记，放袂离。贴破咱的山盟海誓，需要偌多的勇气。隔壁的人手海烟，哪会吃无清？目睭刻刻拢是伊对我的温柔。Just don't leave me, leave me。我讲的话你敢有听见？面对这的一切，我也袂准备。到即马我拢不愿搁清醒。Just don't leave me, leave me。搁多少无变做我的名字？何时你才会当转来阮身边 ？Oh baby, I can't stop these memories。Hey girl， 你敢也会记彼日的梦 ？I message the postcard， 传到哪来呀 ？You are standing afar， 笑到哪来呀？有一天你甲我讲 ，You like it the boy。But the boy say he likes another boy。彼时一个落大雨的暗暝，有在手的 tears 当作是我。And say。So he keeping me out， 我睡到哪来呀 ？You are standing there， 你行到哪来呀？今仔你摕伫这，我的话我说，我想要换你的生命，用我的一切 ，Open your eyes。Just don't leave me, leave me。我讲的话你敢有听见？
咱的故事敢通重新开始？冷记记的寒冬，安怎变春天？Oh baby, I can't stop these memories. Oh baby, I still need you here with me. 我是家园，我是尚杰，然后我现在是一个学生，还14岁，然后是很爱表演、唱歌这样子。对，那我呢就是他的经纪人跟协助他写词这一部分，对，那我们两个一起完成这个作品。其实这首歌当初在写的时候，就主体就是，我那时候就写了一句 "Just don't leave me, leave me" 这样子。然后呢，我的经纪人就帮我写词这个，他就帮我协助完成了剩下的部分，然后又一起完成所有的词。那这个故事就是到后面就是在讲一个卧床的一个女孩，因病卧床，然后她的男朋友男孩就很伤心，就想说用这首歌，然后来写给她的这样子。应该是说是一个前面听了你会觉得是一个傻小子在追一个女生的那种感觉，但后面辗转发现说其实它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故事，就是这个男生他爱着这个女生，他其实不是得不到她，而是女生可能因为一些身体上的疾病，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了，那最后才会有一个转折，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像其实应该是两个相爱人没有办法走在一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在台语的发挥上，我们想要也想要保留蛮原汁原味的台语的那种，就是很道地的台语啦，像前面的都是很准的那种台语，甚至是台语字那一些，我们有蛮讲究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没有说因为可能因为他年纪比较轻，那我可以帮到他这个部分，然后让台语部分还是有一些词汇是相对比较新潮吗？有一点讲究的吧。这首歌当然除了写完之后，也跟老师研究一些字句上的使用，让它更贴切一些。刷落来咧，咱就要介绍咱台语组第二组吼，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嘛不哩趣味，叫做《假醉》，欢迎咱第二组的李崇明。所有烦恼先甲伊放一边，等明仔载过来解决。饮一杯酒过若后，咱才会看会清，迄挂暗藏的情情意。笑一个，所有烦恼先甲伊放袂记。心花哪有放无啊趣味？饮一杯酒过若后，咱才真正真心，找到迄无去的勇气。心莫管什么青春热的什么酒，莫会啉醉，心痛也会伤心体。
一杯酒过，若后人才真正精神，找到迄无去的勇气，心莫管什么青春，短短什么酒，莫啉多，心痛也会伤心体。今嘛搁有酒开，搁有酒到加醉，对伊讲出伊的心内话。巴巴拉巴隆的，巴巴拉巴隆，哒啦哒哒啦滴啦啦哒咚哒咚哒咚，心莫管什么青春，短短什么酒，莫啉多，心痛也会伤心体。今嘛搁有酒开，搁有酒到加醉，对伊讲出你的心内话。早着天无酒开，哪有酒到加醉？对我讲你的心内话。大家好，我是李崇明，从小就很喜欢音乐。那最一开始是从学小提琴这件事情开始。那上到国小的时候就有去参加合唱团的。大学进吉他社的时候就想说，写写看自己喜欢的音乐曲风，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蛮小众的，比较像是那种世界音乐、民族音乐类，就会想说尝试一下在大众的面前可以展示一下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曲风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写自己的歌。我非常喜欢一些小人物、市井小民的故事。那我自己家里的人的故事我也非常喜欢，所以我就会常常用写歌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小故事。这样，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大家喝酒的人，对，我不是那种就是狂灌，我很喜欢跟大家就是喝完酒的时候那种酒局，偶尔大家放轻松的那种氛围。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假装自己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了，然后趁机讲出一些平常不敢讲的话，让一个人可以轻松地表达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所以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就写进去。像是借酒装疯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酒精其实不一定是不好，只是有时候大家会把它当借口，但当借口这件事情有时候也可以用在一些好的事情上面。我们的色调都会偏暗一点点，我觉得我想讲的故事其实就是需要这些色调的，我没有以大众取向。对，但后面第2章的时候，在讲我妈妈的故事的时候，有尝试接触流行一些。这个吼，今麦就要进入到咱台语组第3组了吼，是由苏嘉文、阮明宏2个人所要来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两个世界》。做伙讲的幸福，是要倒位走找？三更半暝，唔通黑白讲话。山明海誓，搬在电影内底。你想了伤济，害阮袂晓飞花。看不清的未来，爱情袂开花。没关系，牵手行到底。斗阵的日子其实嘛无算歹过，懵懂喜欢的缘分嘛是嘛西嘛西。这是两个世界，你唔通想过期待，这款的两人世界，强要看无未来。咱是两个世界，无我你较精彩。这款的两人世界，最后是相爱搁相害。
讲的幸福，免继续找找。长头白领，咱着计较遐济。彩色旧情，我较变作黑白。你想拢袂晓，阮嘛变大解说。看袂到的未来，爱情袂开花，没关系，牵手行到底。勉强的岁月，不甘赢着这切，赢无正的爱情，无爱继续浪费。这是两个世界，你唔通想过期待。这款的两人世界，强要看无未来。咱是两个世界，无我你较精彩。这款的两人世界，祝福你有美丽的将来。这是两个世界，你若着搁再期待，这款的两人世界，刷刷起来。这是两个世界，你唔通想过期待，这款的两人世界，强要看无未来。咱是两个世界，个人行会较自在，再过那两人世界，祝福咱拢有美满的将来。你是我一生的所爱，哪会变成阻碍？Only you， 我付出全部的爱，你却当我狗屎。我是安城苏嘉文，我是阮明宏 Napiro。蛮多人会在感情上，也许你结婚后，也会有人喜欢你，也许你会欣赏别人，可是这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去公诸事实的事情。那两个世界，我是揣摩一个有夫之妇，喜欢上一个男生，但是他们如果相爱的话，只会变成一个相爱的过程，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写说，最好是相爱搁相害，这两个世界，本地都唔免继续安尼期待。因为毕竟我们平常都是喜欢就是摇滚，对，然后他是特爱就是以前的那种就属于台客摇滚，老式的音乐，对，他偷写，对，所以我们音乐的部分的话，就是以这个方向下去创作，对，然后因为我平常都是做日系音乐比较多。对，然后我第一次碰像这种台语流行，对，然后我就是自己也想尝试看看。这首歌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磨合的一首歌，因为也是第一首合作歌，对，第一首合作曲，对，中间搞很久，对，1年，然后我觉得会最后会有一个良性的沟通啦。他脾气也蛮大的，他说不然就听你的好了，我就照你这样做，可是都照我这样做的时候，敢这样行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听从专业经验，互相去讨论这些事情，对，一个好的编曲才会出来。台语组的第4组咯吼，这位呢伊真厉害，叫做阿弗洛王冠富先生，是一位 rapper 吼，嘛是词曲的这创作者这首歌叫做《留落来》。
嘿嘿，老赖，听我讲，嘿嘿，咱的故事对伊若3点钟真正有够熬拖，不过无吵，我一边听歌一边调侃，想起甲爸爸可能嘛伫妈妈楼骹，想要装水水，予我学好，你无可能迄种话我讲袂出嘴。当你出现拢无共，我当作你不着人心内，我希望你永远会当留伫我的边仔，来说我的边仔唱歌互你听，留伫我的边仔，来到我的边仔唱歌互你听，留伫我的边仔，留伫我的边仔唱歌互你听，留希望你留来，结果。咱的故事对伊若爱你爱到即马，有一寡故事是查某囝，一寡是声，将不甲说出来，爱伊偷偷藏伫心肝，苦楚是假意，煞无法度阻止伊，着要离开这，我行袂开脚，啊无对你行不甲现实只有两支脚，想到这。睡到这有够阿差，敢若高粱的够疼，搁无够知道。你要走，目屎绝对莫流，答应我绝对莫好。若是你会当莫走，我不管你头车爷爷，莫爱甲你笑喵喵，我摆在你的车袂白这款话，见到无机会讲，小看袂爽。你煞袂讲，主动留来，得到搞怪，不过是安尼水花看你讲一句话。水落，请你唔通离开这，我会唔甘你伫遐，请你唔通离开我袂当无你留伫我的边仔，请你唔通离开这，我会唔甘你伫遐，请你唔通离开我袂当无你，请你留伫我的边仔，最后要离开，我会祝福你，只好祝福你，因为我爱你，真正要离开，我会祝福你，只好祝福你，因为我爱你，后边要离开，袂当凊彩你，我会真心来唱歌来送予你，永远莫离开，希望我甲你永远可以。留伫我的边仔，来在我的边仔唱歌予你听。留伫我的边仔，来到我的边仔唱歌予你听。留伫我的边仔，来到我的边仔唱歌予你听。留希望你留伫我的边仔。最后要离开，我会祝福你，因为我爱你，永远袂离开，嘛袂放袂记，留伫我的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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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嘛袂歹，留伫我的心内，留伫我的心内，留伫我的心内。谢谢。大家好，我是王冠富。大概是大学的时候，然后跟这次一起这次报名比赛的那个填写编曲人亚威，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刚好做出这首曲子，然后听到之后就很喜欢，对，然后就跟他说想要把这个曲子拿来写写看。然后那时候一听到这个旋律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很快速的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录完。因为那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住在淡水，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同学之间感情的故事啊，然后一些自己的感触。因为我是男孩子，我有时候不太清楚女生是怎么想，但我大概知道大部分跟我同年纪的男孩子，我们的想法可能是有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希望迄个介意的人当留伫家己的身躯边。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这个感觉，然后听到音乐的时候就下意识反应就想用老来喝，因为之前就有用中文写国语写饶舌创作，然后一直想要找一个机会写台语的饶舌歌，然后就觉得老来，然后然后就觉得这 flow 很有意思，然后就把它完成。咱来进入到咱台语组第5组，那讲到因的歌名嘛，知影讲因是对高雄来吼。蛤蟆星欢迎咱的李正燕。
头定也是路边摊，好食第一名。路边码头船只世界级排第一名。水土水国小又叫警察总叫第一名。台湾真济去跋溪路上占第一名。繁华的城市蛤蟆县，现代的都市蛤蟆县，老一个客气蛤蟆县，逐工在过年蛤蟆县，满满拢装人蛤蟆县，满满拢食车蛤蟆县，满满拢海产蛤蟆县，满满拢食钱蛤蟆县。后手我思念伊的朋友，老街的广告咸连水手，老树边唱着红灯忧愁，老主讲伊是祖先的寿。头天也是路边摊，好食第一名。路边码头船只世界级排第一名。水土水国小又叫警察总叫第一名。台湾真济去跋溪路上占第一名。繁华的城市蛤蟆县，现代的都市蛤蟆县，老一个客气蛤蟆县，逐工在过年蛤蟆县，满满拢装人蛤蟆县，满满拢食车蛤蟆县，满满拢海产蛤蟆县，满满拢食钱蛤蟆县。你好，我叫李正彦，然后大家也都叫我多比哥。那我是台中人，但是我在高雄生活了18年。那我会写《哈马星》这一首歌，是因为我曾经在高雄哈马星这个地区开了餐厅，开了8年多。这个地方它那边我觉得很有味道。那因为我店收掉之后离开，我就很怀念那里。那也跟那边很多的老高雄人就是聊天，然后听他们很多当时候哈马星风光的时候。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它原本是海，那它是日本人当时候为了要都市计划规划很完整，所以填海造陆。所以我的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就是写我行在海面顶，就是我走在海的上面，就是其实我在陆地上，但它其实原本又是海，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才写下《哈马星》这首歌。从得知我入围之后到要来就是准备决赛这件事情，非常的赶，然后很仓促，可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跟这么多很厉害的创作人，就是一起同台在这一个音乐盛会里面。对，
我就觉得很开心。继续咧，刷来这位是对大海底内面来吼，咱的这个廖淑贤哥，为什么金曲奖摕甲手拢软去啊？今日出现伫咧这个舞台顶呢？伊是怎样要来唱这首歌，要甲大家分享伊的心内话呢？欢迎贤哥唱《水味》。生命是一条河，到底是要流去倒？落敢是我不对？予我请你莫搁落。天顶的星走无去，我的心愿等倒位？水中形影是啥人的面？流啊流啊，看袂清。唱水味，唱水味，弯弯曲曲对伊去，输一口气，沉落去，土年水沙染着什么？唱水味，唱水味，唱入水底来紧开，哪来哪深，哪来哪深，生命只好留袂停。天顶的星走无去，我的心愿等倒位？水中形影是啥人的面？流啊流啊，看袂清。唱水味，唱水味，弯弯曲曲对伊去，输一口气，沉落去，土年水沙染着什么？唱水味，唱水味，唱入水底来紧开。
生命只好留袂停。大家好，我是廖淑贤。咱人的人生的过程哦，总是有一寡不如意的代志嘛。有当时咱会想要甲家己藏起来、眯起来，无想要去面对即个困难，还是讲要去找问题的答案是啥物？这有还是看每一个人的选择啦。我较早细汉时阵就是会去游泳池。参我的哥哥姐姐啊，伫遐耍水，耍水伫遐就是潜水，咱国语叫做潜水啦，潜水吼，伫遐咧佚佗，叫做唱水味。因为生命对我来讲是，因为我爸伊嘛捌写过啦，生命是伊用河流来比喻，嘿，我嘛是讲生命是一条河，到底是要流去倒？落敢是我毋对？雨。请你莫阁落，这个是一种以台语的写作来讲，较偏咧写诗的方式来表现。这条歌的编曲，我当阵是有想过啦，就是讲，这是我，因为这是算我较个人的作品啦。我个人的作品以往的风格拢是较特殊，对一般的听众来讲，拢较特殊、较罕见。这个我是挑战用爵士诶，即个风格吼来做这条歌，因为我感觉这是我想要去试看卖的代志。再来就是讲爵士风格这个物件，对咱的听众朋友会较接近。可能嘛是安尼，所以讲这个老师互我入围这个比赛，因为咱是原创，但是爱流行。第7组咧，这位伊叫做。姓贾金荣、谢金荣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来，同齐欣赏。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的心，我这条空。有你每样困袂去，心肝无地光，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利用青春做无我的人，等到最后，你敢搁会想起着我？哦，春天的花。痴情换来失望的滋味，予阮目屎流袂离。山东才知影，原来你已经离开。想到你的一切，我头已经袂搁再同款。后悔当初的我，予你体会爱情破碎，无人听到心声陪伴你的，只有孤单的梦。用青春做无我的人，等到最后。春天的花，哪
原来你已经离开。春天的花，春天的花，春天的花。大家好，我叫谢金荣，是这样念吧？谢金荣。我唱歌有从开始学到现在是10年这样，然后创作是今年才开始，刚开始学创作、学编曲、学制作音乐。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想创作呢，是因为开始创作发现好像大家喜欢我才继续做。去年发现这个比赛，竟然有入围，然后就好，那我今年再试一次。这首歌是我第一首自己全制作的台语歌，去年写是跟另外一个老师合作歌词，那今年是我自己全部自己来。这首歌它其实在讲一个故事，就是珍惜你身边的朋友，珍惜你身边的爱人，珍惜你身边的家人。它在这首歌叫《春天的花》，是因为故事的开头是在讲这个人跟这个人在一起的相处过程，一直到他觉得他要出去远方找春天的花，他要去找他的未来，找希望或找他的新的另一半，但他发现。他找了那么久，发现原来他春天的花还待在原本地方，就是他原本最开始相处的那位，所以他回来的，他很赶忙的一直在跑，然后跑回家发现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首歌在写春天的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学古典乐的，那古典乐里面的想法，我就是把它放在这首歌里面，所以这首歌你会听到很多的弦乐啊，很多的不一样的风格，跟平常台语歌会比较不一样。我很喜欢那个邵大伦老师，因为我听到他的歌，然后说哇，这个人好有创意哦，因为他写台语歌的方式就是他就把一些卡通啊，或者是把一些国外日本的流行元素，或者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它放在台语歌里面，我觉得很有创意。董事长乐团顶届我有听到做一首歌，叫做《送你上山头》，这是武雄老师写的吼。哎呦，除了恁做一条歌，刷落来就是为爱出山咯。到底是什么人要来出山呢？安尼怪怪的哦。欢迎咱的姚晨颖、刘文琪要带来这个创作，叫做《为爱出山》。你讲你已经去爱着伊，到底嘛要两三年，我拢无心理准备，今仔有可会出事？小朋友是男是女，是什么星座血型？取名要记得算命，啊无生落会较欠一支，会较欠一支哦。这段情来安尼，我问天问地问阿伯，伊搁看到你甲别人混做伙，我点点无讲话，来去要去有甲烦恼花。假使讲你真正安怎，我会送你99朵菊花。假使讲你真正安怎，我会为你来唱一条歌。
你讲你已经起来着伊，到底嘛要两三年，我拢无心理准备，今仔后个月出世。小朋友是男是女，是什么星座表情？血型要细的算命，啊无生落来会较欠一支，会较欠一支哦。欠一支哦。这段情哪会安尼？我问天问地问阿伯，伊搁看到你甲别人混作伙。混做伙。我常常无讲话，来去买去又甲烦恼花。卡叔讲你真正安怎？我会送你99朵菊花。卡叔讲你真正安怎？我会为你来唱这只歌。少年人人双双对对，少年的脚花开富，袂输阮伊开始无底来，伊路输赢不知三知。你躺只脚上好着，莫去踢着枕头仔。你家真脚上好着，莫去夹着肉。哈，行路着好好行，唔好去亲着车。风太要来也唔通出门，无你扣雷到卡着我。我规巴肚花，规巴肚拢是花。你讲的话，白差个无够坦白。你讲你爱我一世人，当初看着我个会面红红，你拢叫我上好莫叮当。哈哈，这下床嘛要甲我斗相共，想袂到我钱嘛无穿衫，在底下你就亲像一杯汤。天官大发财，福禄天降来，三丁，田园大满带，四丁，金银是满天台哦。《为爱出山》这首歌呢，是我们妹妹派曲的姚晨莹写的啊。这首歌就是说哈，为什么要出山呢？出山就是有死人嘛，啊，为什么有死人呢？歹人就会死。哦，这首歌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哦，你若是要谈恋爱吼，那个有爱就不能生恨哦，有始就有终，这样啊，你要有修成正果啊。如果你若是去当歹人吼，我们就会把这首歌献给你。我们会把这首歌可以把它归类为宗教音乐或是迷幻音乐，哦，里面有涵盖各种不同宗教的为人祈福的元素在里面。那个腔其实一开始是琪琪的编曲里面有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请来了乌鸦老师，乌鸦老师平常有在我们的那个涉猎一些北管的音乐，然后他平时也有在我们的瑜伽教室就是上班，所以他就从瑜伽老师借来了一个可以帮大家冥想、帮大家平静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到最后呢，其实还有用那个基督教音乐的那个阿门帮大家收一下心吼，希望那个神可以住在大家心里面。我希望这首歌呢，就是大家人生多多少少都有谈过一些比较痛苦的感情。其实人生没什么，人生而就是爱哦，就是来谈恋爱的。那一段不好的感情呢，就会把人家摧毁掉。就像是我几年前也被摧毁，但是现在怎么样？结婚啦！这首歌要给大家希望。对，没错，就是你还是要抱着希望，不管你经历过什么，听完这首歌呢，就是希望你可以把过去的事情把它们超度掉。不管你有什么任何的信仰，如果爱是你们的信仰也没有关系，凡事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你重新活下去的勇气。安尼就对啊啦。哎，这位吼，因为伊的字，这个字吼。以前我细汉就是透过某一个人识识到这个叫做玄，啊，这个蔡子玄对，有人讲孙运璇呢，哦，聘食良血牙，啊，这来有笑声拢有会啊吼。来，蔡子玄这首歌叫做《龙
是你。是你，拢是你，规个头壳拢是你，拢是你，拢是你，害我规暝困袂去。咱做伙行过这多冬，嘛是我想过的有一天，但是我也要准备好势，来接受你的离开。哪会想空想芳，做无一个有你的梦？敢讲天公啊疼惜的，不是我这款憨人，我拢有照你讲的，历史也梦。逐天看你的相片，念你的名字，就是想要搁见你一面。拢是你，拢是你，规个头壳拢是你，拢是你，拢是你，害我规暝困袂去。咱做伙行过这多冬，嘛是我想过的有一天，但是我也要准备好势，来接受你的离开。哪会人海茫茫，看无一个像你影？敢讲一世人已经无法度搁有你作伴？我拢有照你讲的，历史也梦。逐天三顿照轮盘，暝仔天光拢甲你挂心头。哪会想空想芳，做无一个有你的梦？敢讲天公啊疼惜的，不是我这款憨人，我拢有照你讲的，历史也梦。逐天看你的相片，念你的名字，就是想要搁见你一面。拢是你，拢是你，规个头壳拢是你，拢是你，拢是你，阴暗暗的望着。
你好，我是林子璇，那目前28岁，台北人。对，那平常是上班族，那下班就是兼职音乐人这样。对，会主要是自己弹唱创作，然后出来外面表演这样。这首歌是个在写思念的歌。之前我自己是很喜欢狗狗的人，然后在我阿嬷家养了一只大型犬。他快要过世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回去看他，然后他就走了，这样。那后来我的亲戚就有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梦到他过？我就才发现，在他走了之后，我都还没有梦到他。那我也很想要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不管我白天怎么思念他，就是大家有说日思夜梦嘛，但也没有办法达成这件事情。对，就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写成歌。我会讲台语的场合，大部分都是跟阿嬷家就亲戚聊天这样，所以就是会从我们日常聊天里面会用到的词汇，尽量把它使用出来这样。然后我确实对于有一个词有一点，就是跟长辈们也讨论了一下，那个词是想康想胖，就是它本来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绞尽脑汁想要做坏事的这种感觉。对，但因为我觉得。确实，我们在聊天里面也会用过这种就是4个字的俗语等等，但我也想要把它使用进来，算是有一个意识上的变化啦。马上目睭一年已经来到咱今日比赛上路尾一组咯。这首歌的歌名不了趣味，搁深色，叫做《代替鸡卵甲你说》。La Samia, la Samia, got it soon. 到处一夜一点半，客厅的本事有偌久无变，哪个无路途较我为了才搁拼。哈，平常的美女拢啉了，走脚的换斗要留互谁洗？物件偏的人先走去断，看我起心落命，想袂去洗身躯来社会去。山林风雨路，一滴拢无剩。路上也袂大，看你倒伫遐。这口拉萨米亚困轻松，是甲我当作啥？拉萨米亚爱摕3块钱甲你顺，甲你顺。拉萨米亚爱摕3块钱甲你顺，甲你顺，甲你顺。好清济我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明仔载爱摕3块钱甲你顺，我醒来困，早起7点半起床，找无衫通穿。抬头看到一座山，上内底迄领到是阮的衫，想袂起正早转来社会去，山连鸡卵一粒拢无剩。路上也袂大。你搁倒伫遐，这口拉萨米亚困轻松，是甲我当作啥？拉萨米亚爱摕3块钱甲你顺，甲你顺。拉萨米亚爱摕3块钱甲你顺，甲你顺，甲你顺。好清济我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呢。拉萨米亚爱摕3块钱甲你顺，甲你顺。你敢知影一粒卵是偌济钱？摕来做泡面是免讲呢。我绝对要和你分开，这种无卵通食的温存，互我代替鸡卵甲你说。我叫做皮亚吴贝雅，然后我是一个木吉他弹唱创作歌手。
小时候如果考试考不好，妈妈就会拿衣架子给我损。对，然后因为长大之后，有时候会跟，比方说，尤其是北漂的年轻人，都会有共居的问题，跟室友啊、朋友一起住。对，然后我常常会，我的东西放在冰箱都会被偷吃，所以我有一天呢，就回家发现我的冰箱的食物越来越少，然后最后剩下那一颗鸡蛋都被吃掉了。对，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做《代替给能咖喱笋》这样。刚开始做这个歌的时候，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很调皮的、俏皮，然后很舞曲的感觉。对，因为我自己很少这样子类型的创作，我都是民谣居多。对，那这次就想说，在这么舞曲的元素里面，如果可以有一些像中国笛啊，或者是乐琴这一类的元素，所以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有特别加入这些东西。我觉得台湾的乐手、音乐人其实是很优秀的。就是大家不是干那会当创乐器尔，对他们可以表演，对，就像我们有时候看欧美的那些乐手，他们其实可以一边跳舞一边演奏，台湾的也可以，对，我们想要在原创里面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可以在表演上多加入一些这样子的元素，让舞台好看。这一整个过程包含说我们有一些变装啊这些东西，就是那每一件衬衫我都在家里面自己缝对。但是这个过程准备的过程，然后跟大家讨论细节，就会觉得很少有这种我来唱歌不是为了工作，我来制造一点愉快娱乐，对，然后是让自己快乐，让大家也快乐。我想其实今天评审团总召有特别提到，我们这个原创音乐大赛办了第22届，然后在客委会、原民会跟文化部影视局的共同携手之下，我们22年来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能够用母语来做创作。那我想每一首大家创作的歌曲的背后，其实都代表了大家对于这块土地的情感。我们会继续努力，我想原民会跟客委会也会跟我们一起携手，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好更大。台语组现场表演奖得奖的是吴培雅，代替吴培雅，代替鸡卵咖喱笋，代替鸡卵咖喱笋，恭喜！恭喜恭喜！来，我们得奖者可以获得新台币600块，奖杯一座，由我们次长来颁发讲座。来，我们把我们的视线呢移向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摄影师。第一位得奖的佳作是，来，第一位得奖的是洪尚杰、李佳媛 ，Don't Leave Me。哦，恭喜！洪尚杰，红上节，红上追有无吼？来，今日真正得到咱的佳作，大家爱注意哦，伊今年敢若14岁，实在是非常的厉害。第2位的佳作，得组的是什么人呢？哎呀，这个7月的第一天，听这首歌吼，姚晨颖、刘文琪为爱出山。欢迎恭喜咱的这个妹妹派去吼！我相信咱的曾阿文老师今日会感觉足亮亮，就是因为这首歌开始的。第3位佳作得奖的是这个其实我有默默的小哭了一下。是我们的写给狗狗的拢是你，蔡子璇，是你，拢是你，恭喜！得到咱的这个佳作得奖会当得到咱新台票6万块，奖杯一座。台语组3奖。谢金荣《春天的花》。谢金荣《春天的花》，伊就是CJ。去年的时阵得到佳作，今日我讲，去年得到佳作，今年就会当过来，今年敢袂该祝福得到佳作，一语成谶呐。台语组的2奖。代替鸡卵咖喱笋。屁啊！哇，现场的表演得奖以外，今嘛讲双双得奖，
竟然摕到咱的2奖咯！哎，恭喜恭喜，非常的恭喜啦！哇，首奖大家组廖世贤献歌，恭喜廖世恭喜贤唱水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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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廖世贤先生，因为伫咧这2档，伊开始做老爸了后，再度出现伫咱原创的舞台面顶，再度摕下30万块，掌声甲鼓励一下。感谢文化部感谢各位评审老师感谢所有参与这个比赛的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感谢主持人这么辛苦整天的主持，感谢这个比赛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据我知道你们已经忙了3天，然后感谢我的女儿有来吗？我的女儿没来，因为她刚满1岁。哦，是。我已经要满50吧。哎呦，看袂出来，我想讲你52啊呢。喂。因为我是讲，我过来参加这个比赛吼，是给我一个人生的功课。10万分的感谢各位评审老师对我的肯定万分感谢台湾原创我上爱，谢谢。10万分的感谢，30万块的奖金啊！第一次拿自己的音乐来报名比赛，所以呢非常的紧张。那下来之后就感觉轻松多了，终于把这首歌表演完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每一次表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就是因为舞台这个东西，就是你少演就会非常的生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在刺激当中找到一个更舒适的演出方式。比赛完感觉如何啊？舒舒服服、轻轻松松的。轻轻松松。等一下看评审老师有没有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有那个经费可以去庆功宴，好不好？有来比赛过1次，然后从那一次的经验跟这一次，都觉得整个活动更完整、更用心。很感谢，就是今天可以跟我一起上台所有的团员们。比赛完的感觉很享受，因为跟谢明燕在一起，这个感觉蛮舒服的。选乐真的很辛苦，然后要自己做音乐也很辛苦，然后要让大家去喜欢我们的音乐，我觉得这都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能够继续创作音乐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太好玩了，一个字就是今天演唱还蛮爽的。刚刚感觉非常棒，我们现在可以立刻再上台唱一遍。观众反应非常热烈，全场欢声雷动，欢笑不断。那今天算是来帮大家布道大会，还是要相信爱情哦。对，还是要相信爱情哦，戒指。我觉得一路上走来，有家人或朋友，或是对身边的人的支持，就是非常重要，才有办法走到现在，不然一定会很早就会想要放弃。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棒，我们就搞的啦，上搞的就是干嘛？哎呀，拜托家人家你顺